有艺人闪做兵，防起诉了后，经过内政部的清查，阁有92案牵涉在内。检方伫昨昏也具体艺人邱吉凯、陈碧林，也阁 Energy 团员张书伟等人告案。涉案的艺人总共有4个，尾仔艺人拢是以数十万交保。本地的 Energy 团员昆达也伫约谈的名单内底，不过呢，伊人拄好伫国外做事，所以无告案。也若上新的消息是，伊伫拄则透早6点半的时，已经坐飞轮机返来台湾，伫桃园机场随后检方拘提。我很谢谢今天的检察官，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很取巧荒谬的选择。简单几句话，讲煞就离开。艺人陈碧林涉嫌闪做兵，经过检方询问了后，50万块交保。为什么要闪兵啊？是花了多少钱？同款互人拘提50万块交保，还有 Energy 团员张书伟，约谈名单，还有这伫金奖60得奖的棒棒糖成员廖文杰，伊是35万交保。过去年轻的时候做错的事情，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们之前有提到家族性的遗传这件事情，这还是有的吗？是有的，是有的。21个所在行动，检方亲身带队，一定约谈10个人，艺人有5人，拢是牵涉到兵役问题。Energy 团员昆达透过经纪公司也承认，15年前无想这远，错误申请免做兵，已经取消工作，提早回台。不过艺人邱吉凯有做替代役，完了涉案。你会不会觉得花了钱没有免疫，很冤大头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觉得冤大头。邱吉凯互人指控找不法集团开15万假高血压拼免做兵。毋过无成功，敢若改做替代役的体位，伊嘛同意接受。其他几个艺人虽然捌讲到，因为黑渔船地中海贫血这个原因免做兵，不过检方查出因找共一个不法集团，付10万至30万不等，假血压无正常。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？艺人涉嫌盗兵，检方真一改搜查，艺人王大廖等人进前已经互人起诉，不过内政部清查了后，找92案加9案真共款的，检警扩大侦办。专案持续地调查，这届互人约谈的艺人，根据了解，拢有坦白承认。其中张书伟所属的相信音乐嘛发声明回应，书伟对当时做错误的选择感觉真后悔，后续会看调查结果，调整艺人的工作规划。大部分人好像都有一个假冒高血压的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就他复检的时候，要来住院。带那个做24小时的检测，这样避免由枪手来代替来挂那个监测的那个仪器。盗兵的状况不断，公部长顾立雄回应，后届体检若是血压有问题，爱带院24点钟监测复检，同步加强检讨相关体位的标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